大家好啊！今日咧有隻淺圳龍崗嘅客家朋友阿福來到我哋講客家話，唔該你先老觀眾朋友簡單介紹你自己先做得冇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福啦，係淺圳龍崗縣嘅，然後39歲，睇過少人啦，要稍稍緊張啲。好，唔算緊張嘅，我想問下，好像在淺圳享福嘅客家人多數係分布在乜嘅地方哦？享福其實因為我哋口罩嘅時候，即係我胎已經開始向外傳啦，即係辦啲南洋啊、去外籍啊比較多，然後越推落來，最後見到我哋嚟家電後，唔咩後度嘅去那邊，同埋我哋最早時嘅測相位我就我應該係去喺飛揚，住出喺飛揚嗰邊過來嘅。因為龍崗入邊最早時也其實係屬於飛揚啊嘛，我就嗰時候可能幾百年前咯，傳到入邊來，唔咩後度我就喺出一條測相村地背啊。哦，看你今啊係有冇在淺圳出嘅？我一直就去淺圳啊，我工作啊基礎都去淺圳。係咩都好多啊？啲親戚在馬來西亞、在新加坡喺度啊？係啊，親戚基本上都去馬來西亞每嘅。香港唔算講啦，香港基本好多親戚住喺邊。佢好像你講你今年39歲啊，看你以前狀態啊，前時啊，係咩身邊嘅同學朋友老二係喺講客家嗰度啊？係啊，講客家，即係挨喺一種依度講客家嘅人，即係主通樓嘅講客家。因為其實挨端日方面，即係講依度客家人，佢哋有啲時間人哋要其他計，超人能用。或者本地一條學生也係由細到大，基本上係講客家，都係用客家話交流嘅。啲比較堅持，即係講要識老亞識老過，要識去講客家話、講拍話。喺亞識老過，今晚吹部卡係喺老二講客家嘅。係啊，老外講客家，老亞老婆講拍話。不過其實我老婆也係客家人，阿媽即係阿咪也係客家人，阿咪喺吉時嗰邊客家人，我老婆喺顯寧嗰邊客家人。哦，但係我老婆係講拍話樣。原本我一開始都已經少少講拍話嘛，不過我知道有佢講客家喎，我老家伯都係講客家。以前偷唔到面，見到都開始偷得後面。因為從亞調嘅角度嚟講咧，其實阿媽其實人嘛，我老婆係顯寧人嘛，從亞調裏邊當地客家嚟講咧，有兩隻地方客家話都係好難偷得面。喺吉時客家話你也有講？我可以模仿下住喎。佢講嘅係粵口話，比較接近粵口人講嘅話，講係吉時人，不過講嘅係粵口話。識盤做老師啊，就係咁啦。你講一種話，我哋也有好多嘉賓係講一種口音嘅客家話。係啊，即係陸河話啊，其實話喺雲城湯裏邊同埋阿媽嗰邊喺溝坤，其實留陸河喺舊街入去，所以有啲反而講唔咩，其實煙上嗰條話喺陸河嗰邊嗰條話，嗱河婆話唔同喎。喺你咩生意出戶卡要做擂茶咯？阿媽有時候做，其實我有幾種嘅，即係當時用上咧飲料嚟飲咯。你條件講嘢，媽媽講係條話老河婆話係唔同嘅，河婆話要係用咩呢？河婆啊，叫做講，比如講做麥雞係咩？叫個做麥雞。阿媽俾講自拿絲，自拿絲啊？係啊，自賣即係類似嘅喎。叫條一邊有少少蘇潮住話一條影響，然後喺鳳順嗰邊一條話有少少夾坤，即係。叫你講識翻，講識盤，識做，講識買，即係基本上就係班就籌住話歡合體啦。喺你寫啊，前時喺咩讀後上去你媽媽嗰邊呢？我寫時我真係好低睇，所以我基本上即時話陸河話我唔敢講90%，80%以上嚟聽得明。不過你講嘅係呢講龍崗本地客家話咯。係啊，即基本上就係講本地話。就係80年代前時嘅二老朋友、老同學係喺講落去課就係講客家人樣係啊。應該講90年代，90年代
80年都顏色係咪叔叔？就係而家啲同學多數係本地人。多數係本地人，到高中就開始潮州人開始多，慢慢多起來。吉隆坡呢邊啲客家人可能兩亞洲嚟邊過去啊，因為呢邊啲客家人好多係青春過去嘛，包完年過去，所以基本上就太多數親戚都係去吉隆坡呢邊，所以可能要少少去啦。係基本上在簽證狀態嘅啲本地人拍話都係冇問題嘅哦。係啊，冇問題，你完全聽唔出我有口音，你完全聽唔出我係客家人。如果我係講白話嘅話，個人都係以為我係廣州人之類嗰啲地方。睇你係咩都經常去馬來西亞啲地方撩嘅？後叫咯，對上喺出係8、9年前啦，即係我叔公啊、我姑婆喺度行出喺邊，拜去係因為我爸嘅表弟結婚，我爸表弟行社工嘅。你阿爸爸嘅表弟就係馬來西亞人。係啊，即係阿公，即係除佢阿公以外嘅兄弟姊妹全部去馬來西亞。哦，不過人哋按當然係要聯絡。要，喺嫁到過去馬來西亞要技術人喺團去聯絡，後來聯絡上去，人要我條音開始要交通咧。即係人哋講客家話好像人哋講一隻人、兩隻人、一家人、兩家人，人哋係各種一講一家係呢講一隻係咁講。一隻人、兩隻人。好似簽證哦。即係講阿媽變出講一家兩家，一家人、一家人一隻人、兩隻人，都有講喎，好似。細蚊仔咧係講細蚊姐咧。細蚊姐裏邊偏應該裏面講咧偏葵涌呢邊、太棚呢邊嘅客家話係講姐，入邊係偏東邊，即係講葵涌啊、太棚啊、南歐啊呢邊嘅客家人咧，其實最後講仔講成姐，係咯，細蚊姐。我哋入邊只有講仔，而如果接觸過陽田呢邊，特別係沙條角呢邊客家人呢邊，其實講話基本上係講下又變成拍話點咧。即係你點講咧？比如講300塊錢、100塊錢咧咩？我哋講100塊錢，其實你要講100蚊，即係拍話100蚊係咁樣。有人同嘅情況出現咧，譬如講情麥雞啊，其實你有講成換麥雞啊。換工作啊，請工作啊，即係咁樣。我要工作轉條啦，因為阿爸除咗阿爸之外，家兄弟姊妹全部都去香港，所以咧，我哋去經常過去香港咧，即係阿公過程組成，基本上每陣嘢都有過去香港見下阿公阿婆嘅。三個青春本地，基本上本地人嘅家庭都有香港嘅親戚咧，好正常。有時我哋過去就繼續落嚟咯，互相探訪咯。龍崗同鄉會啊，普吉同鄉會呢條好多啊嘛。然後落到去基本上都係講客家。簽證嘅客家話我之前有聽過有隻地方嘅啲人咧，好像喺簽證辦田嗰邊嘅人咧，講好像講有毛嘅隻妖咧，佢都講儒哦，有冇聽過？有講謠，也有講儒，我哋嗰邊講謠。唔咩辦田，其實辦田，普吉啲客家話，兩亞屌橫，你入邊客家話其實差唔多嘅，即龍崗區內客家話出去，葵涌呢邊個面向唔同之外，其實都差唔多。其實我哋好似落鳳崗啊呢邊，一啲客家話都比較直寬。但係廣南呢邊要收啦，我哋也係唔同，要收就唔同。有乜嘅老人家中意講嘅講法咧，都可以嗌到有一台出邊可以冇講嘅，可以分享下冇？好多，你比如講阿太啦，即係阿公嘅媽啦，隔條以前配講幾多錢，咩講1吊錢2吊錢咧，咁我哋見下例有人咁講，冇咁講啊嘛。點解冇講1吊錢啊？係啊，例如咁講啊，係有啲突然發現咧變化，譬如講以前老人家聽得到係講陪嘅，係啊，係講陪啊，陪中藥啊。陪中藥啊，包括阿媽嗰邊都見下都係講陪嘅，尤其是話或者講陪中藥，還有好多嘅一時半刻連起來，下把記起來，最讓人講。就係到佢娘有一胎咧，都係已經係變咗係講陪嘅啊。基本上係講陪啦，阿爸都係數我都印象見得講陪，唔講陪。哦，佢人哋喊父母咧，有冇講係喊爺愛咁樣啊？
有誒，嗰落去配合咁講我，即係阿爸就肯夾爸夾媽過嚟講，哎呀啊講有嘅，就牙油一般嚟講嗰樣樣。唔有講單獨講哎呀，或者阿外，而係講有嘅，講父母，即係講阿爸咩，阿爸阿媽，即係講蘇拍話樣香講老豆哦，老豆咯，即係咁咩講。講漏兜啊？咩講漏挑啊？樣講啊？即係講拍歪客家話版本，即係仲咁講，老豆變成老豆，但係馬龍講係喺夾條線，即係亞太伯啊，亞爸、亞姑嗰條係亞公嗰條條線，老豆咁樣線。哦，就客家話講就漏兜啊樣係嘛？其實就係然後轉下就染下漏挑啊樣。冇，即係講老豆。好神奇咩？你都可能喺香港看有個人事情發生咩？係啊，你冇攀晒牙啦，你明冇數，你冇攀牙啦，即係咁。因為你好似菲傭嗰邊表現到亞洲入邊比較習慣。係啊。比較習慣，即係亞洲可能要瘦個狗瘦，個底前瘦，其他條邊個稍微狗演瘦。因為亞洲我老婆嗰邊咯，我老婆嗰邊新年包就成年嘅。跟而先俾聽到講一種，即係歌唱一種飛揚啊，一種潛進本地橋演嘅客家話多冇？多唔瘦啊，即係一批昆也見人來一路一度，即係而出前咗發覺咧，講拍話同埋講客家話嘅咧反而比即係老小朋友講方言咧人多去，可能大家開始意識到咧，其實小朋友懂得多門語言咧係有好處嘅，即係裏面講咧，而後先學外語嘅，如果你本身你係講嘅話一多，而學外語。語更就係以後嘅，你點樣舒適嘅？跟而點解老啲同學似飛啊，嗌啲乜雞，嗌啲係呢講客家話咯？講客家話，老初中同學、老高中同學只會對你講客家話。係啊，講客家或者講普話，因為亞洲裏邊唔單止有客家人啊嘛，還有本地回調人啊嘛。介條有啲唔多係講普話，有啲唔多係講普話，唔多係講客家話，亞洲咩佬嘅講普話。其實亞洲些少講普話講到都好多下做嘅。跟嗌啲即係可能點啊，啲白蘭曉在潛進狀態嘅同人，各有意思啲咯。老實講係各有意思，但以前嘅物質條件冇其他人好，同埋而打發時間，見到入出去撩啦，入出去爬棘啊，爬下山啊，游下水啊，係啊，都係人農用。唔似其他我休閒娛樂好簡單，一鋪書嘅吹書，隨便你裏面搞到的。亞洲以前就到處跳，到處去哦，上山下水啊，挖沙、挖泥啊，餵番薯啊，乜鬼都搞。見他小朋友麻農咧娛樂環境啊，麻農嘅出現環境啊，到處都可以交流睇下，你有啲方面嘅料。就而家天時係冇按到交流睇下。喺個教識人胎嚟讀小學叫醫人叫省人讀小學，開始讀小學，一少例有人讀交流睇下都冇幾多家啦。就係喺散水嗰度。飲咩講散水，即係個盲又係到處又係嘅做乜，不過盲到交流睇下。跟住你下做一小叫識人胎福田 CBD 都行喺水場喺田然後呀。就係天時喺羅湖嗰度啊！嗰時候係啊，我哋要講起羅湖，就講起前進嘛。因為東門會確實係前進鎮嘛，唔咩乜計嘛，只係前進鎮嘛嗰時候。即係以前福田人講起羅湖都係講起前進嘅，南山呢邊人講起羅湖都係講起前進嘅。後面就講市區咯，即係去講福田啊、羅湖啊咁樣哦。老一輩人行喺度講起前進咧。我今晚咧，我學佢先做啲老前進嘅本地客家朋友一副來講客家話多搶嘢啊！多謝。